哈发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这个哈口口流的这个学生呢，是一位美女，而且唱歌相当的好听，出了新专辑，我们来欢迎罗美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羅美玲。因为现在在赶通告嘛。 对不对？宣传期有时候自己開車要找停車位，然後好麻煩哦，要塞車很麻煩。對，這個時候你要坐機場茶，厲害，坐機場茶，坐計程車。機場茶，那一上車之後呢，因為你要趕通告，對，趕通告要趕快很快到那個地方，所以你必須跟司機先生講趕時間，趕時間了。然後現在就坐在車上，所以你必須要很清楚路要怎麼走，對不對？沒錯。好，注意嘍，跟着我一起開了哦。跟着你一起。這個時候我們要先生，請先直走，車行，下一條路左轉。 走薯片，厲害哦！走薯片就是走薯片，左轉的意思。好，接下來再車行，車行啊，直走哦。然後接下來蒸薯片，蒸薯片，厲害！蒸薯片右轉，好刺激哦！所以這樣你趕通告的時候就一切 OK 了。那現在來複習一下今天教的哦。 搭計程車，坐機場茶，趕時間，左轉，走薯片，厲害，右轉，蒸薯片，厲害，直走，車行，厲害，謝謝，祝你專輯大賣，謝謝。複習時間，坐計程車，坐機場茶，坐機場茶，趕時間，趕時間。 趕時間，左轉，做薯片，做薯片，右轉，蒸薯片，蒸薯片，直走，車行，行真嘢客家 VMV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